就咁呢啲位附近啫嘛。係咯，你當2米、3米內咯。哦，即係呢啲位咯。係啊，呢個位啊。因為如果你唔會太遠嘅，我就上喺個牆頂線。鎖喺個牆度。個餅線咧會上喺呢個牆。哦，但係係啊。但係佢譬如如果會有條線，會有條，仲有條。但係盡量長多少少，可能要擺上台面㗎嘛。會有 V 領咁仲有。係咯。一條類似呢條線咯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呢條。呢條啊？哦，咁夠啦，咁夠啦。係咯，有呢條線㗎，因為佢會插喺個盒度。哦，夠啦，夠啦，夠啦。咁個火牛你係想再揾下先定係點啊？你有冇啊？我就有可以平啲幫你還翻你公司。都係大約1嚿水左右啫。因為公司起碼都要罰你3嚿水㗎，正常都要。你自己決定，你想揾下先亦得，就遲啲先過嚟收。我而家揾下先。係啦，如果你想